好多人以為買咗機票就萬事大吉，其實魔鬼往往藏在細節度。如果你以為坐飛機純粹係憑運氣，但就大錯特錯啦。我身邊有好多做咗10幾20年嘅資深空中服務員朋友，佢哋私底下話我聽，揀啱位置先至係提升飛行品質、性價比最高嘅方式。今日我就帶大家全方位拆解嗰啲隱藏嘅黃金位置同埋地獄位置，等大家下次辦理登機手續嗰陣，可以好似個專業人士噉，用經濟艙嘅價錢坐出商務艙嘅享受。我哋首先嚟傾下嗰5個絕對唔好選嘅地獄座位。第一個，亦係最要命嘅位置，就係全架飛機嘅最後一排。好多人有一種錯覺，以為最後一排冇人坐喺後面踢自己張椅背，好似好有私隱感。其實呢個想法真係太天真。你知唔知最後一排後面通常係咩？唔係洗手間就係甲板。為了唔好撞到後面道牆，好多客機最後一排嘅椅背係完全鎖死嘅。換言之，你完全冇辦法向後靠。大家可以想象下，飛10個8個鐘頭嘅長途航線，你條腰要好似老生入定擔，挺到直一直，真係坐到腰酸骨痛。而且最後一排通常緊鄰洗手間同埋廚房，你一整晚都會聽到嘭嘭嘭嘅關門聲，仲有嗰種好似要把你整個人吸進去啖嘅真空抽水聲。最慘嘅係嗰陣除幾百人去完洗手間之後嗰種味道，夾雜住廚房空中服務員準備餐點時金屬碰撞嘅聲音，你真係唔使指望可以瞓得着。仲有你條頸啱啱想放鬆，又會不停被排隊去洗手間嘅人碰到你張椅背，或者行過時唔小心撞到你個膊頭，真係想唔發火都難。講起洗手間，第二個巨大嘅雷區就係緊鄰洗手間嘅所有座位。呢個問題唔單止出現在最後一排，連機身中間嗰幾排都係一模一樣。洗手間位置簡直就係機艙裏面嘅鬧市區，人流量大到你唔敢相信。如果你坐走廊位，基本上成段旅程你都係同唔同嘅人擦身而過，有時甚至會喺你頭頂旁邊伸伸手腳。仲有一點好尷尬嘅，如果你坐喺正對住洗手間門口嘅嗰幾排，每當道門一打開，裏面陣除就直接傳過嚟。如果碰巧有個乘客腸胃唔好，或者有人喺裏面嘔吐，你真係會想即刻戴上10個口罩。另外，如果非選不可，寧願揀靠走廊，都唔好揀靠窗嘅位置，因為你坐喺窗邊，想出入去洗手間，一係就要等排隊嘅人散開，一係就要左求右求啖，叫醒隔籬嗰2個乘客。長途機行出一步，真係難過登天。再加上洗手間附近通常係全機最光嘅地方，就算航段中途關咗大燈，洗手間嗰盞燈都會閃個不停。對於睡眠質素欠佳嘅朋友嚟講，簡直係精神折磨。第3個一定要避開嘅係緊急出口嘅前一排。係，大家都聽過緊急出口，嗰排嘅腿部空間大到令人羨慕，一伸腳，前面係一大片空間，感覺好似升級咗坐商務艙啖。但你有冇諗過坐喺佢前面嗰一排嘅情況呢？根據航空安全規定，為了確保後方嘅緊急出口通道在任何情況下都保持暢通無阻，緊急出口前一排嘅椅背通常都係鎖死嘅，同樣係完全冇得靠後。試想象下，你飛一個10幾個鐘頭嘅長途航線，卻要被逼好似小學生罰企啖，全程保持90度直角，挺起腰桿。最令人崩潰嘅係，你花住同樣嘅機票錢，卻要眼睜睜睇住坐喺你後排，亦即係真正緊急出口位嘅嗰位仁兄，唔單止對腳伸得老長，仲可以將椅背放到最舒服嘅角度。呢種巨大嘅反差，唔單止係生理上嘅折磨，更係心理上嘅打擊。第4個地獄位就係經濟艙嘅第一排，亦即係所謂嘅甲板位。好多街坊一見到第一排就衝過去，覺得前面冇人靠過來，好爽，好似好有空間啖。但你細心想下，前面係一整道牆，你嘅腳其實冇辦法好似普通座位啖伸到前排張椅底，所以除非你係身材比較嬌小嘅街坊，否則對於高大嘅人嚟講，嚟除非失曳縮蓋。仲有呢個座位嘅餐桌同埋電視熒幕，通常都係收納喺扶手裏面嘅，導致兩邊嘅扶手係固定住，拎唔起來嘅，而且座位會因為啖而縮窄咗少少。
如果你係稍微圓潤少少嘅朋友，坐入去真係夾到實一實。最要命嘅一點係，飛機上嘅嬰兒籃通常都係掛喺第一排甲板上嘅，呢個意味住你極大機會會成為嬰兒哭鬧聲嘅第一排觀眾。如果嬰兒一哭，嗰種穿透力真係幾好嘅降噪耳機都幫你唔到。仲有一點好煩嘅，飛機起飛同埋降落嗰陣，你腳下係唔可以放任何隨身物品嘅，所有行李都要全部放到頭頂嘅行李架上。你想攞支水或者攞部平板電腦出嚟，都麻煩過人。最後一個地獄位就係機翼旁邊。如果你係想睇風景、想影相發社交媒體嘅，呢個座位真係會令你大失所望。一眼望出去，除咗一大塊閃閃亮亮嘅金屬板，基本上咩都睇唔到，所有風景全被機翼擋得死死。更重要嘅係，飛機嘅引擎就正正位於機翼下方。呢度係全架飛機最嘈吵嘅地方，引擎嗰種低頻嘅空鳴聲會一直伴隨住你整個行程，聽足10幾個鐘頭，真係會令人神經衰弱。雖然話有啲人覺得呢度最穩陣，但代價係要忍受巨大嘅噪音同埋消失嘅風景。對於想喺機上舒舒服服睇套電影嘅人嚟講，嗰啲背景噪音真係非常之討厭。講咗咁多慘事，大家係咪覺得坐飛機好似去森林大冒險啖？唔使驚，呢度有幾個黃金神位介紹俾大家，等你花一樣嘅錢，享受到最優質嘅待遇。第一個推薦嘅係後段小區域嘅第一排大型客機，好似波音777或者空中巴士台350，通常會將經濟艙分為2至3段。如果你選第2段或者第3段嘅第一排，雖然前面都係甲板，但係呢啲位置通常唔會掛嬰兒籃。而且離廚房稍微遠少少，環境會安靜好多。呢度腳部可以有充足嘅空間伸展，又唔使怕前面嗰個人突然向後靠，撞到你部手提電腦，係一個好聰明嘅選擇。呢啲位置通常係洗手間後方嘅2、3排之後，人流去到呢度已經散咗，但又唔會太嘈。第二個係只有特定機型上先有嘅配置，就係有啲飛機因為機尾位置收窄，最後幾排會由3個座位變成2個座位，呢個位置簡直係2個人一齊旅行嘅絕世好位。你同你嘅家人或者伴侶一齊坐，唔使同陌生人擠逼，旁邊仲多咗一個好闊落嘅空位，可以放你個背包或者枕頭。出入走廊完全唔使求人，簡直好似坐進咗私人小包廂啖，空間感大增，心情都變好。雖然呢度靠近機尾，可能落機時會慢少少，但係換嚟嘅舒適度絕對超值。第3個係機翼前方嘅區域，大約係第10到第20排左右。呢度有3個好處：第一係安靜，因為引擎嘅聲音係向後噴射嘅，前面會靜好多；第二係平穩，因為接近飛機嘅重心，遇到氣流嗰陣，顛簸感會細好多。怕暈機嘅朋友一定要選呢度。第3就係視野最好，你可以影到靚靚嘅機翼配天空嘅相，但又唔會被擋住風景。呢個區域通常係全機經濟艙最搶手嘅地方，因為佢集齊咗安靜、平穩同埋景觀3大優點。講完舒適度，仲有一個好少人會正視嘅問題想同大家分享，就係從飛行安全嘅角度去睇。有航空安全研究顯示，機尾位置在統計上有其獨特之處。部分歷史數據指出，在一些極端事故中，機尾乘客的整體生還率相對高一些。雖然我哋都希望旅程平平安安，但呢個數據話俾我哋知，有失必有得。如果你真係一個非常注重安全感嘅人，左機尾其實係一個有數據支持嘅選擇。至於緊急出口位，好多人聽到佢嘅第一反應係，哦，腳部空間好大嘅位。但係坐上呢個位置之前，有幾樣嘢係你必須知道嘅。坐喺緊急出口位係有一份責任喺度，在緊急情況下，你需要協助空中服務員打開緊急出口，同埋引導其他乘客撤離。所以坐上去嗰陣係要認真聽空中服務員講解緊急程序，唔好抱住一種呢啲我識啦，唔使聽嘅態度。另外，呢個位置通常比較凍，因為靠近機艙壁，隔熱效果相對差少少。記得帶定件外套，扶手亦係固定嘅，座位相對會窄少少，所以佢並唔係一個完全無代價嘅福利位。最後想同大家分享4個實戰選座嘅方法。第一招，
一定要善用工具。依家係科技年代，我哋唔好再盲目選座啦。航空公司官網或者官方應用程式通常都有詳細嘅座位圖。在官方選座界面，你可以見到每個座位嘅顏色標注同埋詳細說明，以及洗手間、廚房、緊急出口嘅位置圖示。你只要輸入航班編號，網頁就會出一張彩色圖表俾你睇，邊個位置無車窗，邊個位置椅背冇辦法靠後，邊個位置電視熒幕細少少，全部標得清清楚楚。你要好似審查公司重要文件咁，認真去做好資料搜集，咁樣就絕對唔會踩坑。第二招係把握起飛前24小時呢個關鍵時間點，好多優質座位在初期會被航空公司鎖定，但係大多數航空公司在起飛前24小時開放，網上辦理登機手續時，會將呢啲位置釋放出來。之前見到係灰色鎖定狀態嘅好位置，呢個時候有可能突然變成可選，所以你一定要定好鬧鐘，時間一到就立刻入網頁搶位置。呢個動作分分鐘幫你慳返幾百蚊嘅選座費。第三招，唔好慳嗰少少選座費。如果你係飛長途航線，要坐10幾20個鐘頭，花2、3或8蚊買個好啲嘅位置，分攤開嚟每小時都係10幾20蚊。呢10幾蚊換返嚟嘅係你條腰嘅健康同埋整段飛行嘅好心情，絕對比你去買幾件用不着嘅手信更加划算。我見過好多人為了慳嗰幾百蚊，結果坐到地獄位，落機之後要去據物理治療師或者按摩師，嗰啲診金仲貴。第四招係唔使錢嘅，如果你忘記咗網上選座，去到機場辦理登機櫃台嗰陣，千萬唔好擺出一副理所當然嘅樣子，客客氣氣啖同地勤人員打聲招呼，問一句唔好意思，想問下今日班機滿唔滿呀？可唔可以幫我睇下，仲有冇靠走廊或者比較前面嘅位置啊？人係感性嘅動物，如果你表現得非常有禮貌，地勤人員在權限範圍之內，通常都好樂意幫你微調一下。其實坐飛機呢件事真係反映咗一個人嘅生活哲學。我哋廣東人成日講平、靚、靜，而選座就係將呢種精神發揮到極致。你唔一定要豪花幾萬蚊去坐商務艙，只要你肯花點心思做足功課，一樣可以在經濟艙裏面免到屬於你嘅天堂。除了以上講嘅硬知識，我仲想分享一啲空中服務員朋友嘅私房貼士。例如，如果你係坐長途機，記得帶一個充氣嘅足部踏墊擺喺座位前面，可以幫你減輕腿部嘅水腫與壓力。尤其係對於坐唔到第一排嘅朋友嚟講，呢個係一件神器。大家仲要留意一點，依家好多航空公司都推出咗加長空間座位，呢啲位置通常就係出口位或者第一排。如果你身形真係非常高大，我真心建議你直接加錢購買呢啲位置，唔好諗住上到飛機之後再同空中服務員要求調位，因為通常呢啲位置早已經被其他人買走咗，或者空中服務員會要求你即場補回差價。做個聰明嘅人就係要預先做好計劃，唔好等事後先嚟後悔。我仲想講講關於選座嘅心理學。如果你係同伴侶2個人一齊飛，而班機嘅經濟艙係333排列嘅話，有一招你可以試下，就係揀走廊位同埋窗邊位，故意留空中間嗰個座位。如果班機唔係全滿，通常冇一個單獨旅行嘅人會想選一個夾喺2個熟人中間嘅座位，但讓你哋2個人就可以享受到3個座位嘅空間，簡直可以橫枕大睡。當然，如果最後班機全滿，你只需要客客氣氣啖同中間嗰位乘客換一換位置，人哋通常都好樂意由中間位轉到走廊或者窗口位。呢啲就係生活嘅小智慧。說到底，去旅行最重要係開心。由你踏入機場嗰一刻開始，行程其實已經開始咗。如果你選座選得好，你喺飛機上可以舒舒服服睇2套戲，食餐飯，安安穩穩瞓一覺。一落機就整個人精神奕奕，可以即刻展開瘋狂購物或者觀光行程。相反，如果你不幸坐咗地獄位，落機嗰日基本上就等於報廢咗，又要去酒店補覺，又要應付腰酸骨痛，淡樣計落，你損失嘅旅遊時間同埋精力，絕對遠遠超出嗰幾百蚊嘅選座費。我經常同身邊嘅街坊講，我哋做人要聰明，
唔係要去佔人便宜，而係要用最合邏輯、最有效率嘅方法去提升自己嘅生活質素。坐飛機揀位只係一個縮影，其實在現實生活裏面，無論係去超級市場買閪，定係裝修自己間屋，只要你肯花點時間去研究，去趨吉避凶，你都可以過得比人輕鬆，而且仲可以慳返唔少冤枉錢同埋時間。好啦，講咗咁多，我都想問下大家，你哋以前坐飛機有冇經歷過一啲好慘嘅事？好似坐喺一個完全冇辦法向後靠嘅位置，飛咗10幾個鐘頭，或者係遇到一啲好特別、好奇怪嘅機上鄰居，歡迎隨時留言同我交流分享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呢個影片幫到你，記得收藏落嚟，或者轉發俾你嗰啲準備去旅行嘅親戚朋友，等佢哋都可以醒目一次。我下次會再同大家分享更多關於旅行、居家、慳錢嘅地道生活小妙招。記住，生活係要慢慢品味嘅，而聰明嘅人會令呢段品味過程變得更輕鬆。祝大家下次旅行都係由一個黃金座位開始，一覺瞓到落機，精神抖擻去探索世界。大家玩得開心啲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